行政院台补助款，搁要修改补助办法，引起地方反弹。台北市府今仔日开记者会，批评这补助变做中央的划价，地方自治行倒退。高雄市长陈其迈昨冒招4位立营县市厂长上北，希望行政院赶紧提出追加预算。行政院3度地方政府一般性补助款，引起地方政府的反弹。台北市政府早起开记者会，批评中央先删减台北市政府一般性补助款37.9亿，结果来修补助办法，等于是补助要安怎回应，全部由中央决定，地方的自治倒退30年。中央在这次补助办法修正，严重违反地方自治，中央开始走黑箱作业。跟以往我们诉求的透明、公开、公示化背道而驰，地方自治向前走，中央倒着走，而且还倒退到30年前。针对地方补助款的争议，台北市长蒋万安10日表示，台北市甲台中等几个县市有共识，用法律途径提诉还，争取因应该有的权益。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讲，若中央伫6月16日进前无撤回3检决定。台中市政府将会提诉还，也个受落来行政诉讼。因为在5月29号，诉愿已经提起了，依照诉愿法的规定，3个月内行政院要做成决定。如果这个决定对市府这边对市民的权益是不利的，我们还会采取后续的相关的行政救济的这样子的行动，那包括依法来行政诉讼等等。高雄市长陈其迈10日也找4位邻近的县市首长上北到行政院请命，请行政院赶紧提出追加预算，应该考虑各县市的整体总财源，公平合理分配中央一般性补助，也个专案补助。不过，台北市秘书长李泰兴是担心，到时会拿捏有差别。删减预算，我觉得解铃还需系铃人啊。所以我们也希望说，行政院能够办理最佳预算，能够赶快送到立法院来进行审议。统筹分配税款，这个分配的最少；第二个，一般性补助款砍的最多。在原先我们的财务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情况下，受到这个重击，会势必影响到将来的一个重大的建设。行政院讲会好好研究，甲地方政府制定解决总预算甲财务法所面临的问题。追加预算案就要地方政府甲立委拢会当支持，才发到进一步通过立法院的审查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